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1月17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6篇，创世纪16章第1节到14节，路加福音18章15节到13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毋通拒绝。有真侪人足爱摕这个夏甲甲伊的囝伊是玛利来质疑上帝是偏心的，因为上帝摆脱因，所以因袂当成做亚伯拉罕的囝。圣经记载，上帝所要赏赐予亚伯拉罕的后代呢，是这个对伊的，毋是对伊的这个细姨夏甲来，嘛毋是对任用仆人的囝来，乃是上帝要伫人认为迄个无可能的撒来的身上，要来行神迹，互亚伯拉罕得到上帝的赐福。上帝真正拒绝夏甲甲伊是玛利嘛？其实嘛毋是啦吼。咱若对创世纪的记载，其实就已经非常明白，甲咱讲，上帝不但是亚伯拉罕甲撒来的上帝，上帝犹原是夏甲甲伊是玛利的上帝。创世纪16章第1节到14节的经文安尼讲着。亚伯兰的某撒来无生囝，伊有一个女婢夏甲是埃及人。撒来甲亚伯兰讲：上主互我未生，求你甲我的女婢同房，检采我会当对伊得到一个后生。亚伯兰听谈撒来的话，亚伯兰的某撒来就将伊的女婢埃及人夏甲甲伊的丈夫亚伯兰做某。迄时亚伯兰已經住伫迦南地10年，伊甲夏甲同房，夏甲就懷孕。夏甲知影家己有身，就看見女主人撒來甲亞伯蘭講：我受委屈，攏是你害。我將我女婢送互你做某，伊一個知影家己的身有身，就看見我。願上帝佇你我的中間主持公道。亞伯蘭對撒來講：伊是你的女婢，你會當照你的意思對待伊。撒來就甲伊苦毒，伊就逃走離開撒來。上主的使者行伫曠野的水泉邊，拄着夏甲。迄個水泉是伫要去蘇尼的路上。上帝的使者就對伊講：撒來的女婢夏甲，你對伊叨位來，要去叨位？伊講：我對我的女主人撒來遐逃走出來。上主的使者對伊講：你着轉去你的主人遐順服伊。上主的使者閣對伊講：我要互你的後代濟甲算袂得。上主的使者閣對伊講：當你懷孕要生一個囝，就甲伊號名叫做以實瑪利，因為上主聽着你的苦情，伊會親像亞利亞，伊要攻擊人，人嘛要攻擊伊。伊甲伊的兄弟做對頭，夏甲就稱呼迄位對伊講話的上主做看顧的上帝。伊講：我看見上帝，我竟然要活地。所以這個字就叫做比尼涅海來。這個字佇底加斯甲巴列的中間。
问题的发生是因为阿伯拉罕无明白上帝的旨意，因伫人的困难的中间，想要用人的方法来替上帝解决问题。这毋是真趣味的问题吗？伫人的困境中间，透过上帝的应允要来得到束缚，但是人却阁想要替上帝来解决问题。这其实这是上最顶悬的野言，敢毋是？虽然上帝坚持要完成伊的旨意，是照伊的计划甲作为，伊无承认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蒙受恩典的后代，但是并无因为安尼来拜托伊。伫今仔日的经文，咱看见着上帝，伊听见着夏甲的哀哭，并且也回应着伊。夏甲伊就称上帝做看顾的上帝，可见连夏甲都拢体会着上帝是看顾的上帝，毋是拜托的上帝。伫新约的记载，真正拒绝人、拜托人的是遐的法利赛人、祭司、经学士等等这的人，甚至后来门徒因嘛开始组织成做一个小团体来拒绝人。犹太教的祭司、经学士以及法利赛人，因拒绝耶稣是基督这个应允，更加拒绝外邦人会当得到福音，会当蒙福得救的应允。门徒因的小团体爱点点组成啦吼，因首先拒绝这个真有可能做正吵闹的囡仔，因若捌拒绝雷鸣路边需要医治运电的市民，嘛捌主动扣税的世界。囡仔记载伫路加福音18章15节到17节，这是咱看见的。因伫传福音的过程的中间，嘛拒绝保罗传福音予外邦人无受割礼的人。咱看见路加福音18章的经文安尼记载，耶稣祝福囡仔，这是标题。有人连婴嘛抱来耶稣遐，要予伊换手祝福。门徒看到就甲因责备，毋过耶稣叫因来讲，互囡仔来外食，毋通甲因阻挡，因为上帝国是即款的人呢。我实在甲恁讲，人若无亲像囡仔安尼接受上帝国，绝对袂当入去。拒绝外邦人的理由，是因为因毋是犹太人，是因为因无受割礼。拒绝囡仔的原因，可能是因为因伤细汉、伤差，因毋捌代志。甚至有的教会的人嘛安尼讲，囡仔人啥物货拢毋捌啦，毋知影服侍的意义啦。所以囡仔袂当伫这个礼拜中服侍。但是牧师想要问一句啦，敢讲真正所有的成人的拢明白清楚服侍的意义吗？接纳教会才会当慢慢来壮大，接纳咱才会当培训后一代。诗篇86篇
求主施恩保护。上主啊，求你阿耳空听我，应我，因为我困苦散者，求你保存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信靠你。我的上帝，你的仆人我靠你，求你拯救我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因为我规日求告你。主啊，求你互你的仆人心生欢喜，因为我仰望你，对你祈祷。主啊，你良善欢喜赦免，你赏赐丰盛的慈爱，互所有求告你的人。上主啊，求你阿耳空听我的祈祷，阿耳空听我困求的声。我伫患难的日求告你，因为你应我。主啊，这的生命无一个会当甲你相比，因所做嘛袂当甲你比。主啊，你所做的万民拢会来到伫你的面前拍拜，因会荣耀你的名，因为你伟大做奇妙的事。只有你是上帝，上主啊，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，我要照你的真理来行。求你予我用全一的心敬畏你的名。主我的上帝啊，我要全心称赞你，我要永远荣耀你的名。你施乐予我的慈爱遐尼大，有救我的性命免落阴府上深的所在。上帝啊，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，规定强暴的人孝顺我的性命，因无将你藏伫眼中。主啊，你是仁慈稳定的上帝，无快受气，阁有丰盛的慈爱甲信实。求你越过来看我，可怜我，将你的快乐赏赐予你的仆人，叫你的女婢的囝，求你显示恩待我的证据，互怨恨我的人看到来见笑。因为上主你有帮助我，安慰我。求主帮助阮学习来接纳彼此，接纳阮甲无共的人。因为天国毋是阮的，是上帝要赏赐互每一个接受恩典的人。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